今日讓我哋為你介紹一門學科，叫做生活行為醫學。遵循 lifestyle medicine 生活方式醫學中嘅植物性飲食建議，可以幫助我哋預防多種慢性疾病，仲能夠延長壽命，提高生活品質。了解呢啲好處，可以讓我哋更有動力去改變飲食習慣。What 可以做啲嗎？ Lifestyle Medicine 強調，通過健康嘅生活方式嚟預防同管理慢性疾病。植物性飲食係其中嘅重要組成部分，佢主要由蔬菜、水果、全穀物、豆類、堅果同埋種子組成。呢啲食物富含營養素同埋抗氧化劑，對健康非常有益。植物性飲食對預防以下疾病有顯著幫助，如心血管問題、膽固醇問題。植物性食物中嘅膳食纖維同健康脂肪，如橄欖油、堅果中嘅不飽和脂肪酸，可以幫助降低血液中嘅壞膽固醇、低密度膽固醇嘅積聚，減少硬化阻塞嘅風險。血壓問題，富含鉀、鎂同鈣嘅食物，如綠葉蔬菜、豆類有助於調節血壓，減少高血壓嘅風險。炎症問題，植物性食物中嘅抗氧化劑，如維生素 C、維生素 E， 可以減少體內嘅炎症反應，保護心血管系統。內分泌問題，調節血糖。全穀物同豆類富含膳食纖維，可以減緩血糖上升，有助於維持血糖穩定，減少胰島素抵抗。植物性食物中嘅營養素，如鎂、維生素 D， 可以改善胰島素敏感性，降低糖尿風險。細胞異變問題，豐富嘅抗氧化劑嘅植物性食物中嘅維生素 C、維生素 E、類胡蘿蔔素等抗氧化劑，可以中和自由基，減少細胞損傷，降低異變風險。膳食纖維可以促進腸道健康，減少結腸癌嘅風險。肥胖、低熱量、高飽腹感，植物性食物通常熱量較低，但富含膳食纖維，可以增加飽腹感，幫助控制食慾，減少熱量攝入，改善代謝。植物性食物中嘅營養素有助於提高新陳代謝，促進脂肪燃燒。How good 仲可以帶嚟乜嘢好處及乜嘢改變呢？遵循植物性飲食對壽命同健康有以下積極影響：延長壽命。研究表明，堅持植物性飲食嘅人群，其壽命比一般人群更長。呢個係因為植物性飲食可以減少慢性疾病嘅發生，降低早逝嘅風險，提高生活品質。植物性飲食唔單止可以預防疾病，仲可以改善身體嘅整體健康狀況，讓我哋更有精力，減少慢性疲勞同疼痛。保護環境，植物性飲食對環境更友好，可減少畜牧業對環境嘅負面影響，有助於可持續發展等等。減少醫療費用，通過預防慢性疾病，我哋可以減少就醫嘅次數同醫療費用，減輕長期病患帶嚟嘅沉重經濟負擔。正因為經過數十年嘅臨床研究同統計，人類若依循上面列舉方案，改變飲食習慣，從而得到逆轉部分都市病嘅效果，避免傳統醫學慣用嘅藥物同手術，即我哋以生活方式歸納到醫學嘅領域，從源頭做起，把健康嘅根基顯得更穩更深，遠離疾患嘅折磨，係我哋自己嘅責任。最後，若然對生活行為醫學如何，喺生活中執行或身體健康狀況評估，而需要營養改善嘅專業指導，請喺留言區留下聯絡方式，我哋有遙距搜診方式及實體體驗器材，可為你服務及建議更精準嘅補充方法。
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